你可能會覺得女性割禮應該只存在喺非洲某啲偏遠部落，但原來喺歐洲旁邊俄羅斯境內嘅達吉斯坦已經有數以萬計嘅女童同婦女被割禮，而且係喺屋企由自己嘅親人用廚房刀同剪刀割落去。大部分女童喺3歲前就經歷過呢件事，冇麻醉，冇醫生，冇記錄，只有尖叫、掙扎同之後好多年冇人敢提起嘅沉默。呢啲唔係喺舊時代，而喺現代。世界衛生組織將女性割禮分成5類，但對受害女性嚟講，割禮只得一個感受：痛，好痛，痛到差啲斷氣都冇人救自己。佢哋嘅雙腳被拉開，用剪刀或者刀片喺陰蒂度拮落去，然後割開。有啲只會割肉，有啲會割開後令佢出血。任何會令女性生殖器受傷嘅行為都叫割禮。你單係聽到都覺得痛，但係達吉斯坦呢啲只係傳統習俗。喺其他地區，割禮至少仲會被公開討論，但喺呢度最恐怖嘅係連承認都唔肯承認。好多人講我冇見過等於唔存在，就算知道亦都唔願意講，因為呢個話題係禁忌，甚至連受害者都唔敢開口。記者同活動人士花咗4年抗議，先逼到當地喺2020年做咗一個史無前例嘅規定，禁止完全切除陰蒂。但結果呢，冇人理會，冇人執行，冇人討論。社會好似達成共識，知道就唔好講，講咗會惹事。當地權威人士公開表示，所有女性都應該接受割禮。為咩啊？為咗讓女性減少淫亂，壓低女性慾望，限制女性精力。甚至有人認為割禮可以保證女性忠於丈夫，降低離婚率。講到尾，割禮係當地嘅意義就係削弱女性，控制女性，確保女性永遠服從。割禮唔係儀式，係一種制度化嘅性控制。割禮只係表面，背後係整條生態。極端父權、家暴隱形化，家族禁止離婚，關注女性權利會被污名化，案件一律有男性權力壓住唔俾調查。一位記者講，割禮只係冰山一角，真正危險嘅係呢度每一個女性都被迫保持沉默。當一個社會嘅制度、宗教、家庭都聯合起來保護加害者，割禮呢種事就自然成為傳統文化，成為冇人可以挑戰嘅權力。喺你睇緊呢度嘅嗰一刻，在某一個地方仍然有女童被割禮，被純潔、忠誠、傳統嘅包裝遮住，但其實佢係用痛楚換服從，用傷口換沉默，用控制換秩序嘅暴力。請你分享出去，如果世界繼續唔知、唔講、唔關心，呢個傷口會喺下一代女童身上一刀又一刀咁重現，你嘅沉默就變咗係加害者最鋒利嘅武器。